他们都说，就每部电影都是导演的自己的孩子，你有这种感觉吗？就像是女生怀胎十月一样。所以这电影不好，你也不许说，我家孩子不许说。其实我可以接受观众的批评的，因为每个人你拍出来以后感受是不一样的嘛。扬眉立万当时有人差评的，有啊，好多人都说有什么觉得这个不好看，太差了，剧本也不能自圆其说，都有这种。而且我觉得像评论这种东西，听过那故事，一老一少加一头驴的那个，他们去集市牵着这个驴走，有人说你看好傻，没有人坐驴。啊，完比如让孩子坐上去驴了，完另外一个人说你看这不孝顺啊，完一个老头坐上驴，哇，这不行，这不爱幼啊。对啊，是亲生的吗？对啊，完两个人坐上来，哇，这不爱惜驴，真的，你这根本就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，对，太难了。我觉得甭管是我拍电影还是你做视频什么，我觉得都是这种感觉吧。确实众口难调，对吧？对。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就想好自己要表达什么，就专注的去做就好了，剩下的不是咱们可以左右的事情。而且咱们跟观众的关系，我觉得是平等。哎，我从来没有坐在沙滩上这样看海。其实让大家失望我不怕，我很怕让跟我一起努力这么多人。比如我跟科大本域，我们一起筹备剧本，用多长时间？这个整个项目，而且我们都很嗨这个剧本。但如果最后呈现是我来做这个事情，没有做好的话，我就会觉得辜负了大家这种努力。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说，那你第一部是这个9亿，那下一步可能大家对你的预期也会有一个。那种还好。其实当时我拍完了以后，韩老师跟我说，他说不要特别在乎票房。电影这个东西起起落落其实很正常，就是你只想把自己表达的东西告诉大家就好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的确是。5年，其实5年让我感觉看透了好多东西的，然后中间你身边支持你的人也有一波一波已经开始慢慢的走了，因为现在互联网更新很快嘛，都是这种。像我做短视频这么长时间，我做了7年了短视频了，就我已经习惯那个节奏了。我很难说是拿出几年来去做一件事，因为中间很多人会找你，比如拍各种各样的东西或者怎样，要抵挡各种诱惑。的确是这样。